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台湾的早产儿，一年比一年较多，为10年前的8.8%，到民国107年增加到10%。医生讲，这甲妈妈生囝的年龄、作息甲压力拢真有关系。要来建议有心的妈妈，一定都要定期来做产检。有心20礼拜了后，若出现到早产的症头，都要安胎休困，千万唔通多强。 妈妈抱9个月的妹妹，这个两个，伊讲伊做感动的。然后生的时候，出来就听到医生说不到1500，其实会难过，因为毕竟还太小，然后也怕说发育没有很完整，然后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好，其实会很开心，然后也很谢谢医生的照顾。妹妹出世的时阵，体重只有正常的红婴儿一半。妈妈因为有新的后期，发现有高血压，还佫有蛋白尿，医师感觉危险，决定34周的时阵破腹生产。因为前症的话呢，在越高龄的产妇是越有可能发生。那大部分是在怀孕20周以后会容易出现。它本身的话，血压高的话，就是可能会造成中风，就是脑出血的情况，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生命啊，胎儿窘迫、早产、死产的机会都会比较高。好哩，家在离保温箱37天了后，妹妹平安大汉，出院的时阵体重嘛来到2300克。事实上，根据健保署的统计，无满37周就出世的早产儿，逐年拢有增加的趋势。对照超过35岁生产的高龄产妇，对104年24.9%，到107年来到30%，佫是新冠纪录。现在大家开始比方说忙于工作啊，然后呢比较晚婚，比较晚婚就比较晚生小孩。那早产儿的比率呢，事实上随着年龄增加呢，所以早产儿的比例会越来越高。医生建议讲，预防早产，除了讲有生期间要加休困，定期去病院做检查。如果有生20周了后出现早产的症头，就要赶紧安胎休养。